現年54歲嘅香港藝人馬浚偉，人生嘅下半場喺事業發展上迎嚟咗新轉機，並且衝上咗巔峰。一個轉身就鬆昔日嘅藝人，成為咗商業集團衍生集團嘅聯席行政總裁，同時仲係執行董事、董事會副主席。馬浚偉喺娛樂圈發展咗30幾年，從當年 TVB 嘅黨工小生到而家商界嘅高層管理人員，呢一路行嚟經歷咗唔少變化。佢嘅身份從演員轉變為企業高管，呢個跨度喺成個香港娛樂圈都係相當少見嘅。馬浚偉喺演藝事業上曾經有過非常輝煌嘅時期，出演過多部經典嘅電視劇作品，喺觀眾中擁有好高嘅知名度同好感度。而喺離開 TVB 之後，佢並冇選擇安逸咁享受過去嘅名氣，而係持續不斷咁喺各個領域進行探索同嘗試，最終行上咗商業管理呢條路。而家佢喺衍生集團擔任多個重要職務，包括聯席行政總裁、執行董事以及董事會副主席。呢啲頭銜加埋一齊，足以說明佢喺集團中嘅地位同權限都非常高。馬浚偉早前突然以個人理由辭去咗新城廣播行政總裁嘅呢個職位，當時外界仲好奇佢辭職嘅理由，冇幾耐辭職嘅理由就昭然若揭。原來佢步步高升，入職咗衍生集團，擔任為期3年嘅集團高層。當時馬浚偉從新城廣播離職嘅消息傳出後，外界有唔少猜測，有人話佢係因為健康原因，亦有人話佢係同公司內部產生咗分歧。但事實證明，佢並唔係因為任何負面原因而離開，而係有咗一個更好嘅去處。衍生集團向佢拋出咗橄欖枝，邀請佢加入並擔任高層管理職務。呢個機會顯然比喺新城廣播擔任行政總裁更加有吸引力，所以馬浚偉好快就做出咗決定，從新城廣播離職，轉投衍生集團。5月20日係馬浚偉喺衍生集團就職上任嘅第一日。佢喺社交平台上晒出新工作環境，果然高層嘅辦公環境就係高大上。馬浚偉喺呢一日非常興奮，一大早就到達咗集團總部，開始咗佢作為上市公司高層嘅第一日工作。佢特意影低咗辦公室嘅各個角落，並且喺社交平台上分享咗呢啲相，等粉絲同網友們都能睇到佢嘅新工作環境。從馬浚偉晒出嘅辦公室嚟睇，辦公室唔只係大而寬敞，重點係裝修華麗，採光極好，而且好有風格。呢間辦公室嘅面積相當大，比普通上班族嘅工位要大出好幾倍。室內嘅裝修用咗大量嘅木材同石材，整體色調偏暖，俾人一種高檔且舒適嘅感覺。辦公室內有一扇180度嘅大窗，能夠眺望遠方嘅山景以及城景，視野開闊，採光亦極好。而喺大窗嘅旁邊仲有一個 coffee corner， 供佢休息嘅時候享用咖啡。馬浚偉喺商眾特別展示咗嗰個 coffee corner， 嗰度擺放咗一台專業嘅咖啡機，旁邊仲有各種杯子同咖啡豆，顯然係專門為佢準備嘅。而喺大窗嘅另一邊有冰箱，仲有微波爐，甚至空調扇、音響都配備。呢啲設施說明呢間辦公室唔僅僅係用嚟工作嘅，同時亦係一個可以讓佢喺忙碌之餘放鬆休息嘅空間。冰箱入面可以存放飲料同食物，微波爐可以用嚟加熱便當，空調扇保證室內空氣流通，音響則可以喺需要嘅時候播放音樂。馬浚偉嘅辦公桌係一張以大理石為面嘅大台，上面擺放咗唔少嘅綠植。事實上，成個房間喺不同嘅角落都有綠植喺度點綴，所以顯得生機勃勃。台面上嘅綠植有大有細，種類亦唔一樣，有啲係放喺白色陶瓷盤入面嘅小型多肉植物，有啲係放喺深色陶盤入面嘅中型觀葉植物，整體排列得好整齊，睇得出嚟係經過精心佈置嘅。而喺台上仲有一個寫上咗 Fuway Mart 嘅牌子，馬浚偉嘅原名為馬志偉。呢個名字牌放喺台面嘅顯眼位置，說明呢間辦公室確實係專門為佢準備嘅。而且從名字嘅拼寫方式嚟睇，採用嘅係粵語拼音，呢個亦符合馬浚偉一貫嘅香港身份。喺辦公桌嘅另一邊有一個展示架，上面除咗有綠植之外，仲有各種毛絨公仔，包括兔子、
老虎等，甚至仲有機器貓。呢啲公仔擺放喺展示架上，俾成個辦公室增添咗唔少趣味性。整體而言，成個辦公室一點都唔顯得商務，喺燈光嘅作用下，更顯得溫馨舒服。馬俊偉選擇將呢間辦公室佈置成咁樣嘅風格，說明佢本人嘅性格係比較隨和嘅，並唔喜歡嗰種冷冰冰嘅商務風格。馬俊偉晒出咗返工第一日嘅相，佢仲專門企喺集團接待處影相。相中佢企喺集團嘅前台接待處，背景係衍生集團嘅 logo 同前台嘅裝飾。雖然身為高層，不過喺裝扮上佢亦冇注得太過正式。一身黑色休閒西裝嘅裝扮，戴咗一副眼鏡，顯得儒雅，而且成個人仲係好有少年感。馬俊偉今年已經54歲啦，但松雙仲睇佢嘅狀態非常好，面上冇太多皺紋，身材亦保持得相當唔錯。黑色休閒西裝搭配一副黑框眼鏡，成個人睇落既有高層管理者嘅氣質，又唔失親和力。佢喺集團接待處影相嘅時候，表情好自然，帶住微笑，睇得出嚟佢對呢份新工作係充滿期待嘅。馬俊偉感慨留言稱：新嘅一日，衍生新嘅一頁，感恩。對於新嘅辦公室，佢亦感慨不斷。佢稱感謝集團為自己準備嘅辦公室，實在太中意啦，感謝。從佢嘅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佢對呢份新工作嘅珍惜同重視。同時亦能睇出佢係一個懂得感恩嘅人。馬俊偉同衍生集團簽訂咗服務協議，為期3年。佢所任職嘅執行董事、董事會副主席以及聯席行政主席，每一年能獲得年薪約為252萬元。此外，佢仲可以收取花紅以及其他相關嘅酬勞。亦即係話，馬俊偉喺衍生集團3年嘅保底收入就超過咗750萬元。再加上花紅同其他酬勞，總收入仲會更高。呢個薪金水平喺香港嘅上市公司高管中，亦屬於相當高嘅檔次啦。而衍生集團對於唔少民眾嚟講，並唔陌生。市面上所出售嘅衍生七星茶、衍生小兒開奶茶就係呢個集團所生產嘅。換言之，呢個集團就係以主打開發保健品為主。至於點解會相中馬俊偉，呢個就不得而知啦。衍生集團喺香港係一間相當有實力嘅上市公司，主要業務係生產同銷售各種保健產品同藥品，喺香港同內地市場都有好高嘅知名度。呢個集團選擇馬俊偉作為高層管理人員，外界分析可能同馬俊偉嘅公眾形象有關。馬俊偉喺娛樂圈多年積累咗好好嘅口碑，加上佢近年嚟喺學歷同專業知識方面嘅不斷提升，讓佢具備咗進入商界嘅條件。不過馬俊偉其實亦係多才多藝之人，外界對佢嘅認識更多係因為佢藝人嘅身份，而喺藝人嘅身份之外，馬俊偉仲有唔少履職經歷。喺入行之前，佢曾經喺出版社工作，仲曾經擔任過市場營銷工作。呢啲早期嘅工作經歷，讓佢對商業運作有咗初步嘅了解，亦為佢後嚟嘅轉型打下咗基礎。入行發展咗30年後，佢又再出發。2018年，佢開始重新進修，取得咗大學學士學位、香港教育大學碩士學位，更加去過北京大學修讀為期2年嘅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課程。呢段求學經歷係馬俊偉人生中非常重要嘅一個階段。佢喺50歲左右嘅年紀選擇返到教員讀書，呢個決定需要好大嘅勇氣同毅力。佢喺香港教育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主修嘅係兒童心理學相關嘅方向，呢個亦為佢後嚟喺商業領域嘅發展提供咗專業支撐。此外，佢對中醫以及食療亦頗有研究，大概亦係多年嘅工作經驗，讓佢能夠涉足商業領域，備受衍生集團器重。馬俊偉對中醫同食療嘅研究並唔係一時興起，而係持續咗很多年。佢曾經喺多個場合表示過自己對中醫養生嘅興趣，亦曾參與過一啲與健康相關嘅活動同項目。呢啲經歷讓佢喺衍生集團呢個以保健品為主業嘅公司中有咗好好嘅契合度。馬俊偉喺2012年離巢 TVB 後，開始做多元化發展，更多集中喺幕後嘅工作。
離開 TVB 之後，馬浚偉並冇完全退出娛樂圈，而係開始嘗試幕後嘅工作，包括導演、監製等。佢亦參與咗一啲舞台劇嘅演出，同時仲喺多個商業活動中擔任嘉賓同主持人。2023年，佢宣布暫別娛樂圈，正式轉向高層行政嘅工作。最初成為咗新城廣播嘅首席運營總監，之後更加係一躍榮升，成為咗 CEO。喺新城廣播工作期間，馬浚偉展現出咗好強嘅管理能力。佢喺好短嘅時間內就從首席運營總監升到咗 CEO 嘅位置。呢個晉升速度說明佢喺管理方面確實有自己嘅一套。不過尚未做滿1年，佢就以私人理由離開，而家成為咗上市公司嘅高層。呢個轉身真可謂係華麗且成功。從演員到 CEO， 馬浚偉用咗唔到2年嘅時間就完成咗呢個跨越，而且每一步都行得好穩。佢喺新城廣播嘅 CEO 職位只做咗唔到1年就離開啦。當時好多人覺得佢係咪做得唔開心，但而家回頭睇，佢只係喺度等待一個更好嘅機會。衍生集團俾咗佢一個更高嘅平台，而佢亦用自己嘅能力證明咗自己配得上呢個位置。馬浚偉而家嘅生活可以話係非常充實嘅，一邊管理住上市公司嘅業務，一邊仲保持住對娛樂圈嘅關注。佢間中仲會喺社交平台上分享一啲生活日常，同粉絲們保持住互動。從佢晒出嘅辦公室相嚟睇，佢對呢份新工作係非常滿意嘅，成個人嘅狀態亦非常積極。好啦，以上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感謝大家嘅支持。